这个高铁要向南平延到屏东，外界质疑将会亏损30年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讲，政府做代志袂当干那看到利益，袂当用钱来做唯一的考虑。另外有袂少间的大专院校设立连农场，要来挺香港，煞去互中国的游客来迫害。苏贞昌嘛是同话来批评，讲若是为着犯罪目的而来，都要马上甲逮捕，啊若甲送出境是拄好尔尔。在连农场徛一个查甫一个查甫的，将这纸条拢共掠落来，无人翕到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原来这两人是来台湾自由行的中国籍的翁仔某，昨早起10点外去台大做出这款代志，大专院校发生这款情形，和行政院长苏贞昌真生气。我很不同意。同时，如果为犯罪目的而来，我们要立刻逮捕、立解出境，刚好而已。生气阁毋若这项尔，停高铁延到屏东，互人质疑讲会了30年。交通部挂保证以外，苏贞昌嘛要解说。政府做事不能唯利是图，不是像公司一样算会不会赚钱，几年可以回收成本。另外，台中工厂的大火烧出农地工厂的故路，权责单位农业会甲经济部，互人质疑讲互相推卸责任。不是要就地合法，而是要借这个机会，大家有机会变成合法的时候，要不再有污染，不能有公安疑虑。其实，立法院伫6月前就修订完公务法，就算拖延几十年的问题，无都马上解决，也毋过阻止这款危险代志发生，中央地方共款爱有所行动。